刘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是咱大港节期的第3礼拜。第这礼拜中间呢，咱爱来做的就是喜乐甲宣告。喜乐对咱来讲真简单，因为基督徒拢真喜乐。人认出基督徒，通常是因为你拢会当真欢喜，定定咧笑，真喜乐。但是宣告呢，就是宣告耶稣是主。这咱做了较少，有时咱真享受，因为咱逐礼拜拢伫遮聚集，咱拢伫光明的中间，但是咱较少去宣告，向咱的身躯边的朋友甲伊宣告，耶稣是主，这是一个传播的机会。教会有准备圣诞节暗暝的活动，咱有准备一张宣传单互大家。可能大家咧看到这个宣传单的时阵，会感觉讲甲圣诞节无啥符合。圣诞节应该欢欢喜喜啊。就咱来讲，圣诞节爱欢欢喜喜，但是有真侪人，因伫黑暗中，伊若毋捌救主的时，我想启明星对因比较重要，圣神对因较重要。所以咱爱伫即礼拜中间，咱来宣告耶稣是咱的救主的时，咱爱勇敢，向咱的朋友来传播。有时对咱的亲朋好友传播讲，宣告耶稣是主，有时真困难，因为咱真惊讲拍歹感情，真惊讲伊下边来看到咱的时阵，远远就闪咱，因为咱要甲传福音。但是有时咱受了这个，互咱毋敢去传。其实这是一个机会，你将这张单予伊的时阵，邀请伊来教会。咱有时嘛会感觉足无气力的，因为咱无法度互人得救。咱会当邀请伊来教会，咱会当邀请伊来参加咱的圣诞晚会，咱会当邀请伊来看咱的节目。可能伊对咱的性命嘛真新鲜。你来囝的时阵足乖足好，伊拢袂去啉酒，袂去食薰等等的。但是要叫伊来信耶稣的时阵真困难。我想，伫暗静的时，圣神做工，所以咱爱予迄个机会，当咱宣告，咱为着伊祈祷，咱将福音传予伊的时阵，咱敢会当做甲安尼啊尔。但是圣神会当伫暗静，伊家己一个人的时阵，伊咧思考伊的生活，思考伊的家庭的时阵，伊感觉无气力的时阵，圣神会伫伊的心内做工。这是传福音上好的一项代志。所以大家即礼拜爱会记的，咱爱喜乐，咱爱宣告，咱爱做宣告的代志。这是咱三个来祈祷。向我的主，感谢你，互我会当聚集伫这个所在，享受你所带予阮的光明。恳求你帮咱带领，伫暗静的时，进入阮身躯边这好朋友，因若无认捌你的人，进入因的心的中间，互因知，互因敲找光。恳求你帮咱带领，互阮今日所做的事项，为咱激励阮伫生活上去做传福音的工。恳求你也帮咱带领，今日所有服侍的同工，伫服侍的中间充满喜乐，伫服侍的中间做上好的事项。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阿罗兄弟平安。平安。咱今日练习的时间其实天气第一届正刚变冷啦所以寒天的感觉已经到，所以大家唱歌是较大声的较烧热好，咱第一首来练圣诗58首，圣诗58首嘛是咱的月圣诗啦所以咱应该珍惜。目车着听息，欢喜袂
主，伟大人君就是伊玛内利主圣囝，人着为雷来学乐。这个安尼，这个循环就是咱唱一遍吼。这首诗其实有一个特色吼，伊是民谣改的，所以咱看第一个谱表来看，有一寡装饰音啦，细细的符号，咱普通时无一定会唱，但是即马就是大家用记忆吼，那会使唱就唱迄个装饰音出来，迄个装饰音就是我实在唱了无好啦，所以。但是就一个吼，甲刷起哩，面顶就一个搁甲刷倒落来，咱就照 piano 的这个频率，来试看卖啦，第一站搁一遍。王的王，主的主，伟大人君就是伊，伊玛内利主圣囝，人着为雷来学乐。天使甲天君，传播这佳音，当天也成温暖。牧者着声息，欢喜袂孤单，感激归落称赞。王的王，主的主，伟大人君就是伊，伊玛内利主圣囝。第二节，基督是救主，为万民出世，大和平日时间。咱做伊摇篮，跳过甲伊听，也伫伊的帮助。万主的主，主的主，伟大人君就是伊。主圣囝，人着为雷来学乐。好，咱这首诗练到这，过来咱来练圣诗第44首。圣诗44首，我心尊主，我心尊敬我主最大。第一节，我心尊敬我主最大，为我来欢喜，看过秘密是阮救我，万世讲我好奇。第二节。全能上帝为我来行伟大奇妙代志，星星快乐伫我来正，愿生命爱不弃。44首其实伫咱古圣诗。嘛有第344首，但是我咧准备这条歌是感觉，那无定定唱的款，所以嘛感觉清楚。落尾甲查落去，哎哟，这首诗不得了，这首诗是上古早的一首圣诗。这条诗咱看到伊写是讲，伊对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伊的歌词是对遮出来。伫路加福音第1章，其实讲到2个小婴儿的故事。第一个就是叫做撒加利亚甲伊丽莎白。撒加利亚是当时的大祭司，甲伊的某伊丽莎白2个年纪拢足大，拢无法度生产，所以撒加利亚直直恳求上帝讲：你爱赐我者，我的囝，你赐我有囝有好事。落尾有一届。伫圣殿的时，天使加百列就来到撒加利亚遐，甲讲：是，我要赏赐你一个囝。
撒加利亚唔相信，伊丽莎白嘛唔相信。伊讲阮两个年纪足拢足老，虽然阮困求遮久，但是落尾伊丽莎白就怀孕。提赛甲讲，你这个囝爱叫做约翰，就是咱落尾所在的行洗礼约翰。第5个月以后，天使共款，搁一届来到这个所在，伊到伫玛利亚遐讲，甲玛利亚讲，当你要怀孕，你要怀孕生一个囝，名叫做耶稣。玛利亚嘛无相信，玛利亚讲，我都未嫁人，哪有这款的代志？玛利亚嘛无相信。玛利亚甲伊丽莎白两个是亲情。玛利亚有生了后去甲伊丽莎白遐，甲伊带做伙。去到伊丽莎白遐的时，伊丽莎白讲啥？讲我的腹肚内底的胎大震动，所以伊玛利亚来见证这件代志。所以落尾玛利亚有接受这件代志，伊要成做耶稣的老母，要行这个重要的事工。所以伫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的时，玛利亚吟唱，伊来阿乐上帝，伊来感谢上帝，讲你互我有这个福分来成做耶稣的老母。所以这首诗歌规个就是咧讲伊的感恩。若照研究就是讲，当时玛利亚嘛是用犹太人的古调，是唱出当时是唱出这条诗歌。咱这条诗歌，所以咱的曲是足古老的曲，咱的词是陆生春牧师根据圣经来改写出来。大概内容就是同款。所以这条是无论伫天主教、圣公会，也是咱新教，大家拢真注重这条圣诗，就是讲玛利亚会感谢伊接受这个人物。所以咱伫今日圣诞节、大港节的时来唱这首诗，其实真有意义。咱第一节过来唱。咱注意伊的词。我心尊敬我主最大，为我来欢喜，看过秘密是恩救我，万世讲我好奇。第2节，尊荣上帝。为我来行伟大奇妙代志，相信快乐的我来请，讲生命受苦气。第3节。来吟圣诗27首，圣诗27首。我主上帝，你真伟大，咱正式的诗歌。第1节，我主上帝，我若想就那公名，你的成就所做一切工。看见七星，无听见雷的响声，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我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无顶伟大。我心出声，我落上帝。
第10个一遍，轻声来唱。上帝，我若想就那无影，你的成就所做一切工程，看见此时，搁听见泪的响声，有着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无定伟大，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无定伟大。请咱别烦心，来开始咱今日的敬拜。哈利路亚！称赞上主，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续到永远。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58首《万王的王，主的主》。万王的王，主的主，伟大人君就是伊。以马内利主圣囝。咱着为你来赞美，天使甲天君传播这佳音，冬天夜色温暖，牧者听消息，欢喜袂孤单，感激跪落称赞，万王的王，主的主，伟大人君就是伊，以马内利主圣囝。咱着为你来赞美，请大家起立金泉手。万王的王，主的主，伟大人君就是伊，以马内利主圣囝，咱着为你来赞美，天使感天。以马内利主圣囝，咱着为你来赞美。基督是救主，为万民出世，大好平日生
请坐。即马，请咱做伙用主所教示咱的主祷文来祈祷。主祷文，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43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12章。伫咧咱启应文1077页，启应文第43篇，请咱做伙来启应。伫迄日，你会讲。虽然你有对我生气，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主上帝是我的快乐，我要唱歌称赞。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恁会对救阮的水泉欢喜唱水，伫迄日，恁会讲，将伊的所做伫列邦报扬。恁着唱歌称赞上主，伊的作为真显赫。住伫锡安的人啊，着欢呼唱歌。即马，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我哪想就哪讲影，你的双手所做一切工程，看见天神，搁听见雷的响声，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学罗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学罗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请咱起立吟全首。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
家请坐。献诗，咱请主日学，因今仔日所要献的诗是《天父的花园》。感谢主日予足好的歌声，替咱来献上感谢。这时，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引带阮来到你的面前，无论风雨，你的圣神拢有护照阮。你的恩典是遐尔啊长、宽、悬、深，诚坎卑微的阮，你的宝血为阮流出，你的性命为阮来牺牲。感谢主，你的十字架成做阮性命的盼望。主啊，你的疼，阮拢有了解。毋过罪恶的黑暗时常侦判阮，阮的软弱，还佫有阮的骄傲，也互阮常常离主的徛远远。袂记得阮家己是上帝的创造，是为着要荣耀上帝的名所创造的，是为着要伫即世间参与上主的做工，带来甲人好好的平安所创造的。主啊，阮恳求你赦免阮，互阮会当来甲主的面前，压落阮家己，将阮的性命交互你。今仔日是大降的第3主日，阮有备办心，要迎接主的降生。即个节期，阮有侪个活动在筹备，阮想要甲大好的消息传互搁较侪个人。希望主会当保守阮一切的备办拢顺利。
上重要的是，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深深了解，主你是为着我来到即个世间，主你有顾念我是上帝的宝贝。恳求主透过今仔日的讲台，对阮来开喙。恳求主你的圣神充满阮，保守阮所有服侍的同工、参与的会众，全心全意来敬拜你。阮感谢主的伫地，安尼祈祷恳求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阿免。共读圣经，今仔日的圣经节是记载伫咧路加福音书第1章第46节到第56节，也就是伫咧新约的第64页。路加福音书第1章第46节，现着我来读。玛利亚讲：“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看顾女婢的卑微。”对担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因为迄个有权能的为着我做大的代志，伊的名是圣。敬畏伊的人，伊怜悯因到代代。伊捌用伊的手出气力，甚至骄傲的人，伊有赶散因；有权能的人，伊律因的位；卑微的人，伊成因做权。枵的人，伊用好米互因食甲饱；富的人，伊互因空空倒去。伊辅助伊的奴仆以色列来纪念怜悯，照伊对咱的祖所讲的话来释落予亚伯拉罕甲伊的后裔到永世代。玛利亚甲伊三甲大约略有3月日，才倒去因兜。读圣经到遮。今仔日的讲道，请魏一牧师伊所要讲的题目是主顾念。大家平安。真感谢咱文山教会，予我有即个机会，会当来遮讲道，分享上帝的话甲募款。我想是伫即个大讲的节期。邀请我来，牧师特别甲我提醒讲，爱我用宣教师的身份来分享，所以我想应该是有真特别的意思，因为阮相信主耶稣基督，伊就是第一位的宣教师，伊对天顶来世间，诚济阮全人类的愿望甲救赎，所以我真感谢。牧师甲同工的接纳，过2礼拜就是咱庆祝主耶稣降生的日子。我想，阮大家拢有真侪期待。囡仔可能是想要摕礼物，阮有准备，大家拢有准备足侪活动，会当希望亲戚朋友来听到即个福音的消息。但是我愿望，我毋是只有即个节期在传福音。其实，阮逐工就爱将阮的性命讲，来教会，来教会。无伊会想讲，为什么只有即个时阵在传福音，就足奇怪。阮同齐来祈祷。信心的灵，求你来光照阮的心，互阮伫你的内面搁活起来，互阮知影你真正看重阮每一位。不管阮的状况是怎样，求你安静阮的心，互阮定定伫你的内面，知影阮是你所喜爱、所疼惜囡仔。
求你甲阮三甲同在，佮感动阮每一个人，互讲的、听的拢得到利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今仔日的经文是真出名的玛利亚的乌鲁主的诗歌。拄则东港已经介绍真济，有真济音乐家也是画图的艺术家，用这段来创作写歌、画图。当我伫想讲，为什么玛利亚会当写出即个乌鲁的诗时，我就想伊的心情是啥物？伊有发生啥物代志？伊是安怎对一个真卑微、真惊吓、真毋知影要安怎面对的即个人，真做一个会当恩主乌鲁的人。当我伫写即篇讲道篇的时，我有去找一寡注释书，我才发现，有真侪的作者写讲即首诗可能是伊丽莎白所写。为虾米呢？因为即个诗的内容甲汉娜的祈祷真相像，所以我今仔日想要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两位妇女同齐来写即篇乌鲁的诗。因为是安尼，所以我想我会对路加福音第1章来开始讲。我想这真重要，是因为不只是两位妇女伊所写出来的乌鲁的诗，两位妇女嘛代表阮整个的信仰团体，会当唱出对主耶稣基督的赞美甲敬拜。当天使加百列来找玛利亚讲，得到大恩的人啊，平安，主甲你伫地。迄个时，我想玛利亚是一个真善车，伊可能只有16、17岁尔。迄个时阵，玛利亚不知戆影，接煞天使就甲伊讲：无得惊，因为你得到上帝恩典，当你要怀孕生囝，就甲伊号名过做耶稣，伊要做大，称做至悬的囝。主上帝要用伊的祖大卫的位，互伊，伊要做王，伫雅各的家到代代，伊的国也无穷尽。这实在是一个真超越大自然的神业奇事。天使大神就叫伊得到大恩的人。伊阁讲伊要生囝，而且这个囝爱做王到万代。玛利亚就偷偷仔想，因为伊真正无明白上帝的心意甲计划，所以伊就问：我也未嫁人，怎又袂有即个代志呢？即个时阵，天使并无直接回答伊的问题，伊却讲：你迄个亲情就是年老阁未生的迄个伊丽莎白，伊已经有生6月日。因为上帝所讲的话，无一句无有亏力。这个时阵，玛利亚伊就知主的话要诚袂话空空，因为这是另外一个超越大自然的神业奇事，所以伊就回答：我是主的奴仆，愿照你的话应验伫我。当伊知影这个事，伊就赶紧起身去拜访伊丽莎白。当玛利亚入到撒加利亚的厝，伊就开喙爱叫伊丽莎白。伊即个声，伊丽莎白听到，伊丽莎白腹肚内的胎就着跳。伊丽莎白，伊就互信心充满，伊大声讲：正妇人的中间，你得到福气；你所怀孕的也得到福气。这真正是一个真欢喜的时。伊丽莎白就亲像先知在宣告。咱爱知哦，伊丽莎白迄当时，伊无可能知影玛利亚已经有生，
而且伊继续讲：我的主的老母来就近我，我对倒落会得到安尼咧？即个伊丽莎白，伊表明家己是遮尔啊受大恩，伊叫玛利亚腹肚内的囡仔是主，所以伊就叫玛利亚是我主的老母。我真感觉真特别，一位长辈，伊无看年岁，无看家己的身份，来叫即个玛利亚，即个细汉的，讲我的主的老母。这也互玛利亚伊搁一摆真坚定伫主你的面前讲：哇，我真正是真有福气的人。而且伊丽莎白嘛看见玛利亚的相信，所以伊讲：信的妇人人有福气，因为主所甲伊讲的话要应验。这两位姊妹，一个年老，一个少年。但是拢得到上帝的大恩，因三角大，约略有3月日，直到伊丽莎白伫要生产的时，才倒去。所以今仔日所念的这篇俄录，我想就是因三角大的时，因两个做伙创作写出的生命的歌。大兴这首歌先讲。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咱大心爱来承认，咱的性命需要上帝。看到这个经文，我就想到这个相片，这是住伫我缅甸迄个庄脚的对面的一个柑仔店，因兜。头前是柑仔店，后壁就是因兜。伊就伫即个牛顶面家己写：基督是阮兜的主。我真意爱即张相片。当你入去伊的柑仔店，你就知影，即间厝是上帝基督耶稣。当玛利亚甲伊丽莎白因对神来讲出：主，我的心尊敬你最大，我的心因为救主我的上帝来欢喜。我就想讲，阮第一摆来决志相信主耶稣的时，拢会有人问你讲：你有决定，互阮生命中的重心交互主耶稣无？应该有吧？牧师在受洗的时阵，应该嘛会问。但是我爱问家己。现在我可能受洗足久啊吼，现在我的心是受伫阮家己较济，也是受伫主耶稣。咱需要悔改，因为咱真惯势，伫咱真舒适的生活中，咱无想要互别项的代志来搅吵，定定是照阮家己的意思来行。伫旧约的时代，玛利亚甲伊丽莎白两位妇人人，因是受伫查某人的物件，查甫人的物件。哦，所以查某人因无法度表达家己的想法，因也无法度来决定家己的性命。有一句话讲：嫁鸡就缀鸡飞啊，缀狗就缀狗走。若是伫较传统的家庭，你若阁无法度生囝，你就愈无地位。若是真善巧的人，就愈互人看袂起。我想，因两位妇女就是属伫即种人。但是因现在发现，有一位主上帝无共款的。即个上帝看见因，看过因的卑微。因心内就欢喜着跳，因为因的福气，搁爱诚做万族、万邦、万代的福气。你有相信吗？这两位姊妹，因腹肚内的体
是一个生涯技师。我想，若有人第一摆知影爱做爸爸妈妈，伫规个即个怀孕的过程，甚至到伫生囝，这拢是一个真特别的感受。伊丽莎白家己已经老啊，伊的一生中就是互人称呼做迄个袂生的。但是上帝拯除即个见笑甲忍辱。玛利亚嘛是，伊是一个厝内真送香的查某囡仔，真善巧，真逼真，真互人看袂起。但是上帝恩典临到伊，伊无法度想象伊家己安怎会安尼，是安怎样堪伫上帝恩典疼甲祝福。其实伫咱的生命中，咱嘛会失错，咱嘛会有行袂路的时，但是上帝犹原看顾咱，犹原顾念阮，犹原靠阮倒转来，互阮知影，阮是互上帝疼，是属于祝福的。所以今仔日阮会当坐伫遮来听主的福音。今仔日的经文嘛是，今仔日的经文讲现代中文译本有两节经文，第48节到55节，有用顾念这两个字，其实是希腊文的意思是相共，所以我感觉伊翻了真好，我就无要念。这个顾念这个意思啊，是动词，就是有动作、有看顾、有疼惜、关心、想起、阁有纪念的意思。圣经有3位讲到这个意思哦，顾念，阮来看。第一就是我拄则所讲，汉娜的祈祷。汉娜迄个时阵，伊无法度生，伊身躯边的人就伫遐祈求。激动伊就非常的痛苦来到主的面前，伊就向上帝祈祷，阁下愿讲：万军的耶和华，你若果然对落看顾你的女婢的艰难，阁孝念我，无袂记得你的女婢，求你赏赐我生一个查甫囝，我要互伊归伫耶和华到一世人。第二，是当以色列人真爱有一位君王来做因的王的时，耶和华就启示这个撒母耳讲：明仔载这个时阵哦，我会找一个人哦，对便雅悯到你遮，你着甲伊抹油，做我百姓以色列的头。伊要救我的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为我的百姓的哀求的声透到我看顾因。第三，这个顾念，第一个老爸，伊来求耶稣医治伊的囝。经文讲有规定的人来治耶稣，其中就有一个人大声叫讲：“先生啊，求你看我的囝。”伊是我的孤生，伊互鬼伤了真重。这三段经文，拢讲到主的顾念，是主看顾、主孝念、主眷顾、主要看，而且有两个真重要的意思。这个主的顾念是第一，主已经看见，主已经有听见。因为咱的主看当遮的事，伊看当人的需要。主看见汉娜，看见以色列人，主看见这个老爸。主无看能力、富裕、关系、地位，主伫意听咱的需要。因为咱是主所听的。
第二，主的顾念是伊的回应。主爱来眷顾咱、疼惜咱、扶持咱、纪念咱，因为伊拢总看见、听见，所以咱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来向伊恳求。拄则三个故事拢有甲上帝恳求，所以主要回应。上帝作为是疼咱，虽然有时咱无法度了解，但是经过一段时间，阮会看见主上帝奇妙作为。咱爱确信上帝顾念，也应允伊所讲的话。阮全家伫2012年到伫缅甸服侍，已经到呾已经有10年。阮经历侪上帝恩典甲见证，阮也学习伫无共款的所在来服侍、来生活。头前5年的时间，阮伫缅甸的北部，拢是华人区的所在，伫迄个华人的学校教册。我先生就教数学，伊的数学上后。但是上帝就是爱阮教，我教英文，其实是欠啥物老师，阮就教啥。伫教册以外，阮阁有来阮先生就组织一个篮球队，因为有真侪无想要读册，但是就想讲袂使放散因，所以就组织因。结果过一冬哦，竟然摕到中学的冠军。到有时间我。这个时间拄啊好，所以我有成立这个合唱团。为什么我写第11名？敢若无啥物重要的代志吼。其实我嘛想讲，哪会安尼？结果我摕迄个成绩单转去学校的时阵，迄个当地迄个庄仔的校长就讲：哪会遮厉害？摕到第11名。我讲11名有啥物好厉害的？伊讲前10名拢是有评审。的大间学校，所以我就知影，即个比赛可能以后嘛毋免参加无啦。我嘛有配合当地教会来服侍，因为当地牧师真欠，所以爱去斗3工主持圣礼典甲洗礼。我伫即间教会的时阵就无主日学，所以我就来教主日学。阮有一年暑假是寒假的时阵，我会转来1、2个月来述职。我就发现讲，阮厝的人无伫的时阵，主日学就无人教册。我就想讲，安尼袂使，我就邀请青年甲我斗3工，讲阮斗阵来教主日学好无？因就诚做我的同工，所以来做伙教主日学，这是真特别的学习。阮伫遐嘛是真特别的所在，其中一个是我的细囝，阮伫厝会甲伊讲台语，但是阮迄个所在有真侪人有果敢族的，果敢族较侪是属伫国民党后期，就是战争后被遗留在那里的人，阁有因为伊遐是我云南所以有云南人，阮住伫缅甸，所以一定会讲缅甸话。我伫华人的学校教册，所以中文嘛爱教。阮迄个所在上侪少数民族是傣族，所以淡薄仔去买菜的时阵，傣族话也用得到。我迄个时阵就送阮囡仔去幼稚园读册，结果1个月了后，伊真无适应。伊真惊遐，我就无去啊，就伫厝里家己教。但是上帝真奇妙哦，透过我生第2胎的时阵，我有1年的时间踮伫台湾，我先生继续留伫遐教册。6个月的时阵，怀孕6个月的时阵转来检查，了后生了有半年的时阵拍疫苗。就伫这1年的所在的时间，我的大汉囝就去台湾的幼稚园读中班。我真感谢上帝呢，互
上帝互伊全部袂记哩了，伊以前足恐怖会记，伊即马读册真欢喜。这真正是我做袂到的。我迄个时阵阁想讲，哦，我是一个真残忍的妈妈，就一定爱互伊去当地的幼稚园读册。但是后来真正发现无法度。我嘛有一届拄着出血型的登革热，所以我的细囝就开始做家事了吼。当时我阁在饲呢，所以无法度，因为我逐工去病院。跟伊拍迄个大洞，逐工所以我着断呢，伊着无牛奶通食，阮着煮迄个糜，着水放足济，逐工着安尼食半个月。结果台湾的兄弟姊妹，台湾的办公室着帮阮寄来迄个能安水解奶粉，因为阮遐买袂着阮即个细汉囝阁有过敏。但是我真感谢上帝，因为透过台湾兄弟姊妹的三角祈祷我即马阁真好，真平安。阮全家嘛是，阮一路经历上帝恩典，真正是教业万应。逐摆有人讲哇，恁真厉害呢，但是我知影，毋是阮厉害，是阮所信的上帝真厉害，因为伊顾念伊的路步，真正看过。伫过去2年的时间，我嘛真感谢上帝，因为阮无法度伫遐，因为 COVID， 所以阮就转来。无想到隔年缅甸就政变，所以阮嘛无法度转去，因无法签证。伫即个时间，上帝互阮伫台湾接触一个缅甸的小组，所以阮就伫即个小组查经，每礼拜。阮嘛甲因学缅文，所以即张相片就是今年5月份的时阵，有机会我就带即个学生到伫一个支持阮全家的伙伴教会，去遐献唱，唱即首缅文的诗歌，传扬救恩，价定清标美。阮也真愿望讲，明年的7月。阮会当全家顺利会当倒转去缅甸。阮想要开拓，伫遮开拓教育中心，其实嘛就是爱建立教会。愿望透过即个教中文，用缅文教因中文，会当互因认识阮所信的救主耶稣。伫周报内面有页一个 DM， 其实就是阮。明年转去的时阵，要来做的代志。明年转去有真侪挑战，牧师有甲我提醒，一定爱讲。阮拢知缅甸即马是军政府来掌管，所以拄着啥物代志，阮毋知。但是阮着囥伫祈祷中，伫10年进前。阮要去缅甸的时阵，嘛是军政府在掌管，但是迄个时阵愈来愈开放，翁山书记就释放出来吼。无拄想讲10年了后，伊阁继续关在内底。但是我想讲，即个黑暗的事是上帝要做工。阁有一个就是阮知影有真侪的战争，所以物价一直在上扬。真侪人找无头路，我希望即个时阵会当真正甲因三角做伙。协会即马嘛有3位奖学金的学生来台湾读大学，阮有来支持。其中有一位明年就爱毕业，伊讲伊愿意诚做阮的同工，要三角来服侍。这真正实在是主的恩典。今仔日的经文是伊丽莎白甲玛利亚因对内心讲出的乌老的话，因经验着主是大有能力的。上帝竞选规个当世因的性命，为因来做大代志。
因确实知影上帝要永远怜悯敬畏伊的人，因为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伊就袂骄傲。心内自高的人，上帝要伸手赶散因。因发现上帝无看过遐有能力的、有权柄的、富有的、有才华的，但是上帝看过遐需要的、无气力的、无钱的、无受教育的、枵乌的。主上帝爱眷顾，主上帝爱扶持因，因为这是要纪念上帝对因祖先所应允的话。这篇乌鲁，互咱看见上帝国的形象。当主上帝做王掌权的时，所有的一切拢爱换新，而且是超越阮现在世间的政府、社会、地位、经济。当我看这两位姊妹的对话，我就乌白来想，敢讲圣神嘛有感动其他的人，但是因为伊无愿意相信，就失去这个真好的机会。但是玛利亚却是迄位愿意相信天使的话的人，所以伊就成做耶稣的老母。我也想，为什么伊丽莎白会特别讲玛利亚讲信的人主的话要应验？敢是因为当伊的先生撒加利亚，伊真做下狗转来处理对伊的提醒？我想讲，原来真单纯来相信主的话，来信靠上帝的拣选，这种人就会有上帝的怜悯甲看顾，这真重要。我相信上帝透过这3个月来建立因两位对上帝、对彼此、对家己的认捌，也对彼此的生命中看见主的恩典，互因定心来看家己的颂扬是丰富，别人的祈求、荣耀是祝福，因为因是互上帝拣选、佮看过的人。咱需要信仰团体的帮衬甲扶持，互咱来认捌家己甲上帝。透过咱彼此的分享，因毋是互相来埋怨，因是彼此鼓励，来发现上帝伫因内面的疼，发现主的拣选，发现主的祝福，互因两个会当做伙写出这篇真水的诗歌，嘛真做因的懊恼甲敬拜。咱嘛有家己的生命故事，咱也需要来想咱家己的懊恼甲见证，才会当来甲人分享。咱是主所拣选的囝儿，咱的生命可能甲家己所计划的无同，因为主对咱有特别的心意，求主帮助咱会当看见，主要透过咱每一天的困难甲挑战，互咱来甲伊建立搁较亲的关系。上帝爱咱来到伊的面前，伊在听候咱的哀求。主顾念咱，伊看顾，伊疼惜，伊关心，伊纪念咱。主已经救赎咱，圣诞节要到，求主来调整咱的目睭，互阮袂记得上帝的恩惠。当咱搁一遍听圣诞的故事，咱知影这两位妇人人因所爱面对的挑战甲苦楚有偌大。因要清目睭看家己的囡仔，互人处死，甚至无偌久，玛利亚就开始成做难民。
生命是一条真长的路，咱毋知会怎样，但是咱已经认捌上帝。伊要赏赐伊的囝耶稣，伊的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伊要甲阮永远伫地。因为主顾念咱，也顾念真侪还未听见伊福音的人。阮同齐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阿爸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有找你的独生圣囝耶稣来到世间，来洗清阮的罪。你也拣选阮每一个人，成做你的囝，你所喜爱的查某囝甲囝儿，互阮有新的生命甲愿望。阮爱来到你的面前，认阮的罪。因为阮知阮家己是爱家己较侪，爱你较少。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看见你的大权能，甲你恩典的真实。主上帝，阮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伫今年的圣诞节，阮爱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是清清知影。主，你顾念阮每一个人，你要一路看顾、祝福，嘛求主你赏赐阮勇敢、智慧，互阮伫每一天将即个福气，成做阮的生命的见证，分享出去。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这是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第44首，我心尊敬我主最大。圣诗第44首，我心尊敬我主最大，为伊我来欢喜。看顾卑微是阮救我，万世讲我福气。请大家起立吟全首。心尊敬我主最大，为伊我来欢喜。看顾卑微是阮救我，万世讲我福气。赞美上帝，伊我来行。
请坐。即马请咱备办心做伙来奉献。请坐。咱做伙来看报告。伫报告的大声，请咱先看周报的第2页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日的金句，请。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路加福音第1章46到47节，搁一遍。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路加福音第1章46到47节。来主的圣工分担。领唱圣歌队苏礼、李尔博、执事苏琴、张信邦兄弟，献诗是敢若团契，书献是张景伦执事，也佫有林忠豪执事，交代是张景伦执事，也佫有陈淑儿姊妹，音控是曹明祥执事，也佫有周宏邦弟兄，讲古的经理是庄淑珍牧师，拜三的查经祈祷会主理是柯牧师，司会是张恩兴执事。经文是撒母耳上卷第5章。后礼拜的主日礼拜，题目是以马内利的记号，主理是庄淑珍牧师。经文、启应文还佫有圣诗，请咱家己来看。咱来看第6页，伫个周报第6页的教会消息报告。第1点，今仔日是大港节期的第3主日，请咱做伙备办心。
第二点，感谢本主日感谢委义牧师前来请安，还佫有募款。委义牧师是属伫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中会的宣教师，即马伫咧缅甸侍奉。伊是台湾的新学院，还佫有台湾基督精兵协会共同车派，请兄姊关心支持，也佫有代祷。即马我代表教会来甲委义牧师说多谢。第三点是咱圣诞节的活动通知，内容有较侪吼，所以请咱家己来看，注意咱的时间。需要特别甲大家提醒的是，咱圣诞节的邀请卡片已经放伫咧1楼的柜台，欢迎咱兄弟姊妹邀请亲朋好友做伙来参加。第四点，报佳音的报名，咱今年的报佳音是线顶的报佳音。需要会友来报名。即个报名是爱伫咧1楼的柜台填写。报名有2种，第一种是要参加报佳音即个服赛，就是伫咧咱12月24号圣诞庆祝会了后，伫咧咱教会，所以咱需要报名，会当统计咱有偌济会来服赛报佳音的即个兄弟姊妹。第二个爱报名的是，咱要接纳咱教会服赛兄弟姊妹来向你报佳音的这个家庭，因为咱需要安排即个音控，佫有连线的顺序，所以嘛请大家若是要接纳咱线顶报佳音，嘛是伫咧1楼柜台遮来填写咱报名。咱线顶报佳音的方式，咱8点会伫咧暗时8点，平安夜暗时8点会伫咧咱教会进行，会进行直播。甲遮个家庭连线，咱会点蜡烛、唱诗歌，佫有祈祷，所以就按照咱有报名遮个家庭来连线。第5点是献花通知，今年若是还未完成献花奉献的兄弟姊妹，请伫咧年底之前，就是12月31号完成奉献。明年度的献花奉献的登记表也已经放伫咧咱1楼的柜台，请咱兄姊登记献花奉献。第6点是2023年的月历，佫有春联，一家拢会当摕1份，嘛会当伫咧咱1楼遐已经拢有开放报名，会当领取啊，所以请大家到1楼签名，领取就好啊。第7点是关于圣工的侍奉表，咱请各团体开始缴交下一季的聚会表，会当互咱做圣工侍奉的安排。缴交的期限是12月15号，就是即礼拜。第8点是财务组的通知，头一点是今年的上尾日，12月31号是拜六，咱教会收支佫有关校，就爱提前伫咧12月25号来完成，所以请兄姊就爱伫12月25号进前完成各种的奉献，佫有请款。财务组的第二点的报告是请各团体伫咧12月30号拜五进前，将你手边未存入银行的即个现金，拢会当存入去银行内底。第3点是2023年1月15号是今年度财务的校册检查的日子，所以请各团体来提前做准备。第9点，成人主日学，即个主日结束了后，咱教育团体组有邀请林晶晶姐妹来甲咱做分享。伊分享的题目是解密您的身体密码、身体条码。时间是11点开始。这个地点请大家小注意，因为咱主日学伫咧备办圣诞节活动，所以成人主日学的活动改甲咱 B1， 地点是 B1， 所以请11点要参与即个成人主日学分享的兄姊到 B1 来集合。第10点，圣诞筹备会开会通知，12月12号，也就是明仔载暗时8点，要召开第7摆的筹备会，请同工来参加。第11点是退休传道师的奉献主日，后礼拜日12月18号是退休传道师的奉献主日。台湾女子神学院庄淑珍牧师会来请安正道，请兄姊备办心。好，2件代志补充报告。第一件，咱看到拄则威伊牧师伊摕来即张单，咱若看讲伊哪用威伊即个名，甲因先生用广福即个名，是因为要保护因伫缅甸会当真顺利来做工吼。威伊牧师是牧师伫新学院
教社系的时阵的同学吼，看到伊全家投身伫缅甸即个所在，相对咱来讲，咱真舒适，所以咱爱为因祈祷，常常为因祈祷，所以邀请咱众兄弟姊妹为因全家去到缅甸的宣教，咱爱伫咱每一天，也是你想起来的时阵，就为因祈祷。第二点的补充报告是，拄则有讲到咱圣诞节的邀请卡。我知影有人咧问我讲，这邀请卡，咱圣诞节毋是应该是紫色的啊、红色的啊？为什么用即个乌底白色的来做一个邀请卡？咱伫过去这一年外来，咱的疫情的中间，其实咱伫即个病毒的即个威胁的内面，咱需要将上帝，就是耶稣降临的即个光，来人来分享。所以有一个代表的意义是，咱要去传扬的是即个光。所以即个光要用什么款来表现？我想用白色甲乌底来表现即个光。所以咱当看到伫顶面有一个信心的指引伫即个中间。所以牧师要邀请恁，你还记得伫早前2-3礼拜的时阵，牧师邀请咱每一个人拢爱来有一个听的行动无？那呢，请你伫即2-3天，你想好，你伫祈祷的中间，你想要邀请倒一位，就今仔日将即个卡片放的。祈祷2-3天了后，即个行动将即个邀请卡摕互伊，后壁是有咱的规个顺序单字的。你爱甲讲，即个是代表是主耶稣来的光，毋是讲来我邀请你，互你爱说明即个意义，互因知。即个是主耶稣的光，邀请你来到教会来就近即个光。所以好无？咱看来去到礼拜煞了，去到楼骹，咱伫柜台遐，一人摕一张，咱将即个光对咱的身躯顶，将即个光甲人来分享，邀请人来就近耶稣的光。好，这是以上的报告。咱教会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毋知今仔日有啥？平安。今仔日有一位2位啦，一位是陈建成弟兄，甲伊的夫妇，他是从美国回来，然后是住在指南路那边。好，欢迎能够时常来聚会，谢谢。还有一位是许春昭女士。她现在住在木星路，她想要来了解一下我们教会。好，谢谢。欢迎今日第一遍来咱教会的朋友，嘛欢迎后摆定定来。互咱做伙来吟每遍的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今时煞请委牧师来替咱祝祷。同齐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神的感动，甲恁众人三角同在，对即时到永远。阿门。
请坐落倒。今日礼拜到这结束，请大家互相请安。